大家好，今仔日咱要教的是第10句第10句，算命喙好蕊蕊。为什么咱讲算命喙好蕊蕊呢？咱就是讲算命的人啊，都是满嘴的胡说八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想要赚你的钱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其实啊，大部分都是用猜的啦，哈。你看到学生呢，你当然是说他可能想要问课业上的问题咯。那他这个已经毕业啊，刚刚这个找工作的人哦，你可能就是问事业的问题哦。那另外啊，还有啊，可能呢，他已经是爸爸妈妈，我们就想说他可能要问的问题是什么？有可能是关心小朋友的健康的问题啦，哈。那其实我们都大概可以猜到啊，小朋友就是这个问的人大概是什么状况啊，哈。所以啊，我们就讲说，算命喙好蕊蕊。算命人的喙啊，喙就是嘴巴的意思啊，好蕊蕊哦。讲得天花乱坠的意思哦，所以叫做好蕊蕊。来讲一解哦，算命喙好蕊蕊，算命喙好蕊蕊。来，小朋友跟着一起说哦，算命喙好蕊蕊。开始讲一遍哦，开始。好啦，这一句啊，就是闽南语第10句，算命喙好蕊蕊啦哈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满嘴的胡说八道的意思哦。好，现在啊，咱来开始啊，为第1句开始念哦。记得第1句是什么吗？小朋友应该没有忘记吧？我们来从第1句来开始念看看好不好？来，第1句是啥？阿公啊带某家婆，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，歪嘴家个想要食好米。家己甲狗不如家己走，翘脚练喙手，时到时担当，无米食煮番薯汤，大兄坐无正歪锅，一人一家代。公马随人猜，碰风水家太无肉，算命喙好蕊蕊。小朋友记得哦，我们要念念看哦，看你会不会背这10句啦哈。那你也可以念给家人听啊，或是念给这个哥哥啊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听听看啦哈。是你会使问阿公阿嬷啊，这句啊，算命喙好蕊蕊，伊敢知影这个意思咧？就是安怎？满嘴的胡说八道。好，今仔日咱的上演就讲到这为止哦。来，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。